台语文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今仔日是教师节，要祝天下的每一位辛苦的老师教师节快乐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就是教歌拗教第3条。读教这是读文音，教做动词，就是传授知识、道理、解答义学的意思。人讲有教无类，教做名词，嘛有信仰，也就是宗教的意思。像咱讲佛教、道教、回教。另外，培音读做教，同款嘛是传授知识。也有一个较特别的意思，代表讲唆使、塞唆，也就是使人的意思。像讲什么人叫你安尼做，咱嘛会当讲是什么人教你安尼做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2个词。头一个读做央教，嘛有人读做是央教，代表是拜托、交代、请假、央求、央请。古早一句话讲，好央求，摒事新台票，这是经体过去买票的文化。第2个词，咱嘛常常听到，读做开价架交，也就是处理一个人来互其他人服从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2个例甲做伙。譬如讲，前甲担做老师实在无简单，有时阵就爱开价架交，互学生囡仔听话；有时阵也着吹，也着卖，就爱有教无类。嘛需要有爱心，爱互时代拜托，亲像是服务业同款。好养家嘛着劳心百百，足辛苦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教，另外一个音读做教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